后来乡亲喊日为威力较低咯。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出日头，2时的高温24度、25度，也毋过透早甲日暝温度也是真低。像苗栗的造桥，透早低温只有3度7，啊，讲一天的温差到有将近20度。这款的好天气，就剩明仔载一天咯。拜六阁有一波强烈的冷气团到位，也毋过这波水汽较少，若要看落雪，恐惊是无机会。今仔日天气真好，温度也悬，大家行出去路口就感觉真烧热。有的人把鱼仔摕伫咧手的，这位小姐把羽绒外套绑伫咧伊的腰。我想说，你刚才穿超大外套受不了了，太热了。太热了，你看流汗了，你看。今天这个太阳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路口出日头是真实的，下早啊足冷的嘛是真实的。亲像下早苗栗造桥上低温有3度7，桃园大溪刚有3度8。下早有小可出日头，就互全台湾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含东部上悬温拢冲到20外度，含下早低温平均8度差18度。不过这粒日头含咱的缘分真浅。当然，短2天，拜六的天气就会开始变歹。那礼拜六这波冷空气的强度，目前评估是在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。预期礼拜六这一天，整个冷气团南下，那北部、东半部地区就会开始有比较转冷的感觉。那整个降雨主要是在迎风面北部跟东半部，但是属于比较低层的水汽，是下雪的几率是比较偏低的。气象局预估，这波冷气团会赶到拜一，所以好好珍惜这2天的好天气，因为拜六礼拜开始就要搁开始变冷啊。